啊，人哋話朱師奶、花師奶、黃師奶、張師奶裝修唔係爛尾就係手工差，再唔係就遲幾個月先交貨，激死佢哋啊！其實佢哋做錯嘅唯一共通點就係冇揾我哋盈家做家私同埋室內設計裝修工程咯。盈家室內設計裝修工程，零爛尾、零漏水、零遲交，準時收樓入伙，零不滿。裝修套餐只係需要158000起，快啲嚟我哋門市了解下啦！觀塘日財中心12樓，觀塘地鐵站 B 出口行1分鐘即到。